各位，亲眼所见是张无忌负我，非我负他。从今日起，周芷若和姓张的恩断义绝。我周芷若不学今日之辱，有如此诛。周芷若放出狠话后，光速返回峨眉，可没想到消息传得如此之快，江湖上传遍了光明顶上二女争夫，血溅华堂。更丢人的是，新郎官跟人跑了。周芷若本就憋着一肚子火，正愁没处撒气，丁敏君却自己往枪口上撞。哼，上次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输给你的，这次，师妹，不要！丁敏君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人菜瘾又大，但凡他手上功夫有嘴上功夫一半，也不至于被10几岁的丫头一招秒。既然各位师姐替丁敏君求情，芷若也就饶了他这条狗命。随后宣布出任峨眉掌门，不服气的尽管站出来。芷若霸气侧漏，坐上掌门宝座，坐下峨眉弟子都心服口服。